杯，天道之功，婚道之功，莲师佛。各位先生大家晚安，请坐对，咱这经理处长还有领任组长副组长在座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安安。今日呢，时间咧过嘛足紧啦吼，个呢，佮叫个环境就差不多是经过2礼拜啦吼，那半个月，所以讲时间咧过呢，所以讲是真紧啦吼，一天一天吼，安尼一直过，所以岁月不饶人啊，所以讲呢，伊就是讲给咱把握在当下。今日呢，首先或者开始的时阵呢，来讲一个笑话啦，笑话。我听过这吼，这就是讲有一天啦吼，一天呢，拄好好一个迄个少年的吼。伊拄好好对一条路，就安尼挖出来，较大条，安尼。伊就看到一个阿婆吼，伊就换一包物件，咧叫迄个垃圾车，一直走，安尼垃圾车一直去伊就带后壁物件换，一直走，结果这个少年家好心嘛，看阿婆吼。伊安尼约迄个垃圾车，伊就讲哇，这安尼约会着，所以讲伊真紧呢，就去到阿婆遐。伊物件甲看咧就迄个约去，甲伊等去甲结果这个阿婆讲，你这个少年是安怎啦？我一包物件你甲我等好甲，安尼啦。伊讲阿婆，你咧约垃圾车，我帮你甲迄包垃圾甲等去甲，安尼你无甲我细个，敢若足顺气安尼。迄个阿婆伊讲你敢知影？我就是赶要较紧换这物件，一包内底有菜鱼肉，因为我就是换一包物件，要较紧通等来煮饭就对啦。所以我就赶时间就用走的啦，一直走，因为我咧走的时阵是迄只垃圾车是伫我的后壁，甲我超过，即摆这个少年后壁看的时阵，就想讲阿婆是咧叫垃圾车嘛，伊讲敢若像安尼啦，一包我安尼用我免煮啊，后菜鱼肉安尼，互你甲我等好家己，安尼。所以讲，当然伫即个典故来讲起来，当然嘛是会使讲是笑话啦但是有当时毋知讲对事的角度，咱咧看，伊讲现在看都袂准何况讲无看着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咧有一寡，当然毋是咱看的，咱的感觉。感觉讲是安怎，就是这个，不见得啦。你像阿婆人，伊是赶要等伊煮暗顿通食惊下班要食，所以一直走。当然咧，这个少年家咧，伊就头无看到，伊是去看到后壁，想讲这阿婆咧约垃圾车，伊就注意讲安尼阿婆咧约垃圾车，伊要甲帮忙。结果是帮到吧，所以讲咧，这个所在咧，就是甲咱讲，有一寡代志可能毋是像咱看到的，爱像讲咱所想的情形，因为伊这个内容是这个情形，咱无一定抓准，所以讲咧，有人遐看到啥物代志，当然就是讲。
要安怎讲会当存之得气，还是讲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甲看，安尼呢可能较袂造成误会就对啦，所以讲有足侪代志其实嘛拢真经常的去发生啦，当然或许嘛是会有即种情形，所以讲呢，有即种情形，无非就是互咱会当去了解讲，凡事呢，拢总是要安怎去家己了解，即使是讲无重要的，免了解嘛，免了解较济啦，因为于事无补嘛，所以讲呢，有当时安尼起来，就较袂有一寡误解，所以或许嘛，当去想着讲，较早曾经因出来两边拢是扩大，甲国校的头一个是扩大，正点有迄个扩大的本来就是遐的，这或许就是讲因为气场足好啦，人讲袂使有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我去想着讲，当时去读国校，当一时就对啦互我就骑脚踏车伫学校就出来，出来的时阵就一个大人就对护法的后壁就去到护法的厝，去到护法的厝甲阮爸爸妈妈讲，我去甲因偷钓鱼啦。我想讲，我明明都伫学校骑车，就直接回来，哪会讲我去甲因掠鱼安尼就对啦去偷鱼哇！那迄种委屈伫迄个时阵委屈真正是讲无得讲当然有囡仔无囝较会安尼，干会晓哭所以讲呢种种有当时一寡代志唯有就是讲唯有这是或是过来想的讲有就有，无就无因为咱无法度人讲会清楚的，唯有就是交互听是安尼嘛。无你去安怎讲，就要想这个嘛，这来这去，安尼。所以讲呢，有当时讲，伫咱心的调色，要安怎讲，伫当着顺境跟逆境，的当下，咱要甲当作绊脚石还是垫脚石？当然这是要看咱安怎来调色转变当然，今日你站在你修行来讲的。为什么咱拢不断伫咧上课？其实唯有嘛，就是讲会当了解更加较济的代志，互咱会当增长着迄个智慧，安尼咱有当着顺逆境的时阵呢，咱当有法度来去家己变来去调色，变来去转变，亲像咱即摆呢，伫咧讲的。即个拍制品即个拍制品呢，当然嘛是要安怎讲增长着咱智慧，因为伊修道不归就是讲，咱会当去换套要有人生因为修行就是要了脱生死烦恼嘛，所以讲呢，唯有变啊增长智慧，因为你要增长智慧，伫咱眼前所看的，拢总是。但是咱拢甲当作是真的，拢总是一个短暂的，咱拢甲伊当作是研究，佮互你知影讲有影人心不带来，心不带去啦。但是你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咱嘛知影讲哇，较济教育标拢有，咱要安怎去要安怎去调整？咱的人生价值，甲调整着咱人生的道路，唯有着爱体会着咱的智慧，咱倒有法度人去来了解，这是咱去刷落来一段就是讲伫咱本坛经内底第82页，好名好笔，处是西国医当年倒提间改义以生灭。欲敬心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间，离敬无心灭，如水上同游。即名为披间，过河河入灭。
行者是发者行，不修即还，一念修行，自心应佛。所以讲呢，伫咱修行来讲起来，要安怎讲？会当去家己试透去了解，唯有就是，咱会当研究着五教圣明的经典，圣明经中的义理，来开启咱的智慧，安尼咧，咱才会当一步一步咧，来了解人生的真谛，以及修行伊的重要，而且咧，或是来大概来叫咱大家做一个互相佮来做一个了解那何为波罗蜜呢？当然波罗蜜伊这是印度语那波罗蜜的意思翻作中文叫做倒皮干由此干倒皮干此干就是苦海，皮干就是佛咧讲的就是极乐世界嘛是咱本来灵性的国家乡，因为灵性的国家乡，伊是一个极乐世界，是一个清净无碍所以讲呢，咱会当去到迄个所在，自然就会当离开到了，因为咱恢复到等于到咱的本位。所以讲呢，咱伫修道，其实是恢复了着咱本来的面目，因为咱本来就是佛，毋是搁去做佛。是咱家恢复，所以讲呢，伫即个人生人咧有了解即个生命，咱人有生命，其实就是因为有即个坚固的执着甲欲上的就是讲，咱来到即个世间，为虾米有生命？但是伫即个生命内底，毋是只单生死而已。毋是只咱人会受的生死，生命是涵盖了咱人心，瞬息不变，毋是欢喜，就是烦恼；毋是得，就是失；毋是快乐，就是悲哀。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变成快乐就是生，痛苦咧就是灭。所以讲起来呢，伫咱的人生内底生灭不断到最后会受该终生到最后死生灭。那当然伫人生灭了后，伊个正义轮回生死，唯有就是后世不再来所以讲呢，伊的生死不断，轮回不断所以讲呢，过去圣者。伊为了着要止住轮回，毋但会出家去修行学道。当然有了生灭，也就是因为咱有坚固的执着。拢啥物呢？拢总家己执着，无论好甲歹，拢家己执着。因为你家己执着呢，你若无家己放开执着，唯有就是安尼，唯有就是生命。因为你无法度，你家己过一条啦，好的你嘛过一条的，歹的你嘛甲过一条的，何况你无爱放家己一条生路，放家己一条生路，也就是讲，当着歹的时阵，咱要安调节了解咱的心，转变即个心念，对无好来改变了即个心念，对得那么呢，得失会当平衡。莫因为得欢喜，莫因为失艰苦，因为得失伫世间的本来就是安尼，就是得失嘛。所以讲起来人修行意境有够的人呢，伊会讲得了后失，爱讲你得来失，那有啥物艰苦呢？那有啥物艰苦？因为你本来无本来无，你即马有搁无，只不过是恢复倒转去无尔。为虾米
你太因为你的心变个艰苦咧，所以讲你修行咧，有当时咱甲听咧，无定定，咱感受着了，无定定，咱的内心嘛会产生作用。你甲想讲个对啊，互你讲无法度完全放下看开，有一句话咱就听听会讲，你个对啦咱本来无安尼恢复好尔，无定定讲就较会释怀。无法度咱讲全部啦，但是咱得到了这个地位了，咱就知影讲有影啦，搁再讲嘛，失的嘛已经失去啊，伊也袂当搁倒转来，亲像讲水破了地咱去收回，唯有就是增加你的艰苦，所以唯有就是家己放掉家己一条的生路嘛，毋是放别人一条生路，是放家己一条生路，也就是讲。咱的人生有咱教甲咱无教，有咱残捌甲无残捌的，有咱残忍甲无残忍的。这安尼要安怎？你讲无当着，一定会当着啦。当然，这嘛毋止讲是伫后天啦，嘛毋止讲伫先天，只要伫世间内底，其实都会去当着。伫当着了后，咱要安怎去？灵气免啊去家己调了，你若讲话都已经讲啊，免怎？代志已经做啊，无免怎？免怎？唯有呢，伫咱的当下爱看咱的地位，免安怎去？当然对事来讲起来，发生无好的，毋是怎卖插伊，只是讲你要安怎有风摇曳，去发生，去发生，变怎有风。这个无好的一直延续，然后呢，你要安怎放掉家己你所主走的内在的心，因为你主走，你真的会痛，你一定会痛的，你才会好，安尼是办法，这毋是上上出策，上上出策是爱恢复本来你的清净，你的无，当然伫有的内底，你要安怎到无，唯有就是要转变你的心念。唯有面对现实，去转变你的心念。安尼呢，你家己我拢调练家己的心，你不会主走在某个点。安尼呢，家己会当去快乐。当然对别人来讲，那个是无爱，对别人无解，因为咱有艰苦无艰苦，人毋知，咱家己较知影。所以讲呢，这个爱看咱家己，免去家己调色。因为伫世间来讲，真真。所以讲呢，什么好的你也免甲认为足迹，歹的你也免甲认为足迹。其实讲起来呢，这拢道理因缘来的。无迄个因缘，它就不会发生。既然发生，你免咱去甲伊面对，要甲伊转化，安尼呢，咱才有法度保持咱本来的快乐，本来的清净。所以讲，连健康的执着、着紧上。外在的一切好跟坏，像咱咧看股市嘛若安尼若讲咧安拍牌，因为我是听讲啦股市我毋捌去，若如果讲安尼规个安尼安拍牌好，规个心拢沸腾起来安尼好安尼沸腾起迄个沸腾毋是沸腾起来，是迄个沸腾无共好安尼好，坐拢袂掉。去甲加强了面安尼，安尼我叫切了啦，安尼你游泳，人就消惊了。如果若讲处理即种的内底，不管是天堂、地狱、天堂、地狱，欢喜无欢喜，欢喜无欢喜，烦恼无烦恼，烦恼无烦恼。即马咱讲有烦恼甲无烦恼因为听讲最近迄个乐透讲要证明。25亿嘛，安尼大家就讲，真来形容，互咱叫25亿，毋是无欢喜尔，毋是无烦恼尔，有敢会烦恼？若像安尼有哪会烦恼啦？毋敢讲无咱烦恼啦，太无啦。真来讲，互你形容有迄个有嘛
啊，安尼到底是结果有歹？和是正常啦，有嘛大是是啊炒完的啦。对，无啊，即马拄好起25英啦，我互你叫你来用啥物心？你好像无咧买代表啦。无得爱准备啊，无人叫无写心叫叫叫。无咧买的对，无咧买的对，你看在迄个几百件的，千几百个。但迄讲来叫人看面相，讲啊，即个即个吼，即个面相甲迄个什么诶形象吼，有在乎的人哪有可能吼？嘿嘿。为了啊个开讲啊，那这有甲无那你会哪走袂去啦？啊，若毋是你会，你安怎变有咧袂着啦？敢是安尼？我大家福报无共款嘛。哦，啊，若像即种的人来叫伊，你要求爱念，毋茫念啊，因为迄人福报啊敢无啊，安尼尔哦。啊，所以讲咧，伫世间的点点滴滴，啊，咱当着咱要安怎当下看着、听着，你要安怎了然于心，然后安顿你的心，不起疑的。哦，啊，但是讲的就简单，你做就困难。啊，或许人感觉真的要渐渐练心啊。无照定练心，无论好甲歹哦，毋是讲歹的，会好的嘛会讲到最大的，对无？啊，若是以修行来讲起，嘛毋对的，因为咱要清净心嘛，哦，无为的心嘛。啊，所以讲咧，伫当着的时阵，哦，帮讲迄阵咱哪知影？咱嘛哦，咱的境界嘛安尼，因为若无发生，咱感觉佛法境界足好的，哦，拢无脾气，无毛病。当着的时阵呢，咱就有这个，安尼咱就知影，哦，咱的心境到对，啊，心境到对了嘛，唯有就是要咱去调摄的，要咱去调了，慢慢会咱达到一个中庸啊。所以讲外在的一切英雄，啊，当然伊嘛是延伸演变啊，啊，延伸。因为所有的物件，毋是咱离开伊，就是伊嘛离开咱啊。哦，啊，所以讲咧，咱慢慢对有了伫世间的真理、短暂因形，咱要用啥物心去家己变对啊？所以讲咧，咱讲人爱学分开，就是安那迄好啦。啊，无一天会有哪离开咧？啊嘛看会较袂遐艰苦咧吼，因为习以为常啊嘛，就反正惯习惯习。安尼你的内心哦，它袂起多大的那一种动荡哦，安尼对家己的心性来说呢，较有法度能去家己哦安顿。所以讲呢，是因为言语的过程，要影响外在一切的声色啊。所以讲呢，搁倒来讲讲凡事念念分别，执着有处有相，依有成变。哦，像咱刚刚讲的。哦，伊即个有起有舍嘛，哦，啊有迄个有得有失，有好有歹嘛，因为一世人内底无可能好拢能共食的啊，无可能啊，哦，啊嘛有可能有是歹，就伫你的心上，也不一定啊，哦，啊咱唯一就讲伫你当着的内底，哦，啊先试看卖啊，然后呢安顿自己的心，所以讲咧，伫修行来讲起来，应该是爱愈来愈清净，愈来愈无物件。安尼咧，咱修道伊的宗旨意义，咱会当真正明白。这就是提升着咱的心境嘛。哦，毋是讲我修道沽名钓誉，到最后，哦，就伊表面，哦，啊沽名钓誉到最后，咱即世人讲我付出30天、40天，哦，讲伊这个道场要人咧走跳，但是到最后，真的，哦，都无法度来去得到。其实，咱嘛是空转在人生啊！哦啊，所以讲，既然伫修道内底，那唯有就是哦，咱家己咧，免咱家己家己哦调摄哦。那当然咧，伫即个所在咧，咱来讲咧12因缘法哦，啊12因缘法咧，嘛伊个嘛会使讲是缘起依啦，哦缘起依，又称缘起。哦，12因缘法啊嘛是安尼讲哦。那么呢，以这个12因缘法来讲呢，啊，或许呢啊，加嘛大概啦吼啊，因为咱毋是咧讲12因缘法嘛，啊，就有讲着遮呢，啊，
有无明行识名名色有益属修爱处有生老死这个是这12因缘法伫这个第一无明也就是痴暗也就是讲这个暗顿的心就是讲遗作，伊是无明的，无明咱掠个，啥物拢无管，啥物拢无管。那么因为伫这个无明的内底，也就是当下，咱无法度去觉察了解诸法事理的智慧。伫迄个时阵迷失了，毋是无，是咱当下互迄个宁静顺境来覆盖着咱灵命的这个智慧，覆盖着咱灵命的自性，所以当下内底带起了这个语言甚至咧就是讲毋知善恶因果，毋知善恶因果是贪嗔痴定烦恼的统称这无明就是安尼啦大概就是大概的证明就是安尼，甲讲是伊的无明第二行造作无明烦恼发动心口造作真正的行为这就是讲伫咱流露出来，伫流露出来的时阵呢因为咱有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安怎会对你的心口来产生了的这个行为来产生了的这个作用，对你的心口啦所以讲呢，善呢善行就是善业恶行就是恶业，那么行个称为是业，所以讲呢，业行既然业行，就是有受报，有受报咱讲一句话就是讲啥物善恶，毋是报报，善有善报，是干义。善有善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报报，是时间比既然道理这个业当然业呢有善业甲恶业所以讲呢，既然道理这个业行出来，毋是好就是歹但是咱就讲以利益众生来讲起，当然都是好这未来所结的就是一个善业所以讲起呢，对有了利益众生，当然毋只是伫道场就讲伫社会，你会当帮忙困难的人，扶贫济困会当这个普救之路，甚至讲咱会当牵人过马路有需要去牵人过马路，是讲伫路顶看到一支灯爱看到什么物件，你拢会当去解决。安尼的话呢，这嘛是伫道理善业内底嘛那当然呢，有业行，就是讲你有做，无论讲善业甲恶业，当然你就会受报。毋是讲我安尼一世人做遮尔济这个好的代志，为什么拢会去当去歹？其实就是讲咱做善无报，是因为伫咱过去世有可能咱做无好的，这世人一定爱承受恶果然后咱这世人做的善果，后壁呢才会当搁来回向伫咱的身上。所以既然甲咱讲有报拢会受报，当然无论讲好甲歹拢会有受报。所以讲呢，这伫这个行的内底，当然咱如果是伫无明烦恼的所流露出来，都会有无好那么再来就是色，色嘛就是讲过去世无明烦恼善恶诸业那么呢，来因性分别分别严心，安尼呢是色因为这嘛就是讲伫咱过去世，过去世无明烦恼甲善恶诸业来生分别严心
当然咱来点心所产生出来，而且个心来讲起来，应该是讲是真心，亦就是讲是核心，这个毋是讲咱的用心啦。因为伫这个心识所流露出来，那当然呢，这就是一个咱自己的这个心识。心识落去识，就毋是出自于咱自性的流露啊，毋是出自于咱自性的流露。伫自性的流露来讲起来，就是讲大公无私，利益众生，以众生为主，安尼的话呢，咱就无了解这个心性。如果若是私心用事，这就是咱的心性，为了这个私心来覆盖，来生了这个心。所以讲呢，咱就是讲要安怎来注重咱这个心识，要安怎办呢？咱讲这个啥呢？迄个什么行为？迄个所以讲呢，这个是以这个识，伊大概伊会产生了这个识的这个心识，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经营呢，所来产生出来。第四呢，就是名识，名就是讲以指着咱精神甲咱心识来讲啦那识就是讲伫物质看会到物件，看会到物件是一个识那么胎儿无胎育，育因上于生中性，唯有心识甲胎儿名来称为了这个名识，名识。第五呢，育因，也就是讲育因属育因由这个育处而入，胎儿伫母体的内底的育因逐渐完备的阶段，称为了这个育因啦，称为育因。第六呢，触，就是讲接触，接触就对啦胎儿出胎后，育因以外在的环境接触，这叫做触境，这叫做触境第七，受领受，那么呢，也就是讲根尘，育因当育因，生育色，所以讲呢，伫这个上接触所生出来的感受，伫这个感受内底，佫分有了着苦受、乐受、下受，对唯一境界心心，这个心心甲苦痛甲烦恼为苦受，对顺逆之境甲心心识觉为乐受，对中庸境甲不苦不乐为中庸受，又为下受，又为下受那么伫爱贪厌明爱，以这个喜欢的迄个境界，产生种种的这个爱欲、贪爱之心当然呢，世间来讲起来咱离开了这个母胎了后，因为所看到的一切，咱拢会甲伊当作是真的嘛。所以讲，伫这个囡仔来讲起来呢，伊若无接触良吧，接触到呢，会使讲伊就会有了解这个爱欲，伊就会逐项拢爱。所以讲，迄囡仔若当出世，食迄种袂甜嘛，无滋无味嘛。当较大汉的时阵，人用着有滋味的，伊就手就白了的人不要理解伊客起来。伊慢慢去感受着，那当然这就是了生出了这个爱。所以呢，伊慢慢长大以后，伊所去看着，毋捌看着，毋捌听着，听着，
慢慢会去互伊说错。当然会去互伊说错，这就是贪爱，是贪爱。所以讲咧，伫修行的当中咧，当然咱要安怎去调摄、改变，要互伊咧无搁伫咱的内心来产生了迄种的作用第九咧处也是讲入境一处应该心生爱欲，了后经常处理，降为己有，即为处，即为处，也就是讲你感觉讲这对我来讲咧足好，所以讲咧，你就会去想办法，去甲伊处理，爱甲伊处理，然后甲伊降为己有，这我这你拢袂使去打点因为像我三个孙迄佚佗物仔无人要佚佗，伊拢等伊遐，无人会去摕。等一个若拄好伫咧佚佗，其中一个去摕起咧佚佗的时阵，伊讲迄伊也袂啊。所以囡仔若三个孙伊爱买衫，无若毋讲毋安若袂拢袂你，你着伫遐，你莫主做，伊讲这伊的呢，你着爱去后面相亲甲讲，我竟然照面咧算一个，照这算一个因为呢，伊会慢慢伊就会占为己用。当然这呢，伫咱囡仔呢，来到这个世间，就有一种的促进有这个爱欲所以讲来到这呢，因为都嘛甲讲这是真的啦第三呢有想要甲伊降育以种种的手段。做足了种种的善业甲恶业，故有未来善恶诸恶，这叫做有啦就是讲因为上要降育，因为这个物件呢，咱就感觉哇，这对我来讲呢，我足喜欢所以讲呢，伫社会能够就用种种的手段这个手段呢，因为像咱来咧选举选举呢为着名嘛。第一嘛，所以讲咧，为未选的时阵呢，为人就不择手段，当然可能是较少啦，毋有伊就是要甲伊的对手呢，那甲伊消灭，伊就机会嘛，你看啥人，你就较强嘛，伊就要甲消灭因为伊就法度人去会安就来选就会掉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用种种的手段。做足善业甲恶业，咱伫遮嘛想要有呢，咱嘛是修行，咱嘛想要有呢，有啥？因为这是咱知影讲有修行较多，咱一定爱有作为，会当有积功累积，因为唯有安尼才会当跳脱生死，所以讲呢，咱嘛会想要去甲伊拥有。但是咱通常拢是付出毋是摕入来，是拢摕出去，安尼呢嘛是讲是有，生咧讲未来世受生，今生贪爱，处中伊造业，招感来世受生的果报，所以讲一世人呢，咱来甲想，大家人来，人外表敢会相像。伊的人生的命运，敢有相像？拢无相。咱讲跟父母姊妹兄弟嘛无共款。所以讲咧，咱讲咱这个身躯呢，是一个业报身咱这世代好甲歹呢，是咱过去那所去做的一切，伫这世人呢来流露，来流露出来。所以咱讲咱这世人好甲歹。拢毋免去怨叹，嘛袂使怨叹是大人诶，敢是毋是大人甲咱生？比一个咧，讲无甲咱生了，就无好，生了无好，敢是大人伊要我甲咱生无好？毋是嘛就是讲你本身伫过去就做无好诶因缘当然是大人要你有因缘，你生迄无好来嘛是父母诶
白付出的，敢是安尼？哦，所以讲咧，这牵做伙的钱，但是最终嘛，就是今仔日的安尼，也是你个人的问题。那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伊无可以甲你商量。哦，望子成龙，万里成凤嘛。哦，所以讲咧，这人讲好甲歹嘛，袂当怨叹时代，若是爱怨叹就咱家己啦。哦，那么十二呢？有生呢，当然就有老死。哦，生老病死嘛。哦，衰变老。哦，心怀命中为死，有生必有死嘛。所以讲呢，有老死。这就是讲伫咱世间内底呢，拢是一种的情形。所以讲人的形成，人如何到这个世间上，以及生命过程种种的现象，也就是咧讲咱这12因缘法，这12项的种种，也就是讲咱人生死的过程，对你开始受胎。到你生死这段的过程呢，就是12因缘法，甲咱讲。咱来甲想，落伫这个12因缘法来讲起来，它不断的在伫咧轮转伫咧轮转。所以过去修行呢，就是讲要安怎止住轮回，唯有就是你爱伫这所在去改变。因为这12因缘法，甲咱讲受胎开始，到你老死的过程，咱真拢已经知影，唯有就是这个过程。你要安怎呢？条唯有就是修行这条路。修行这条路，也就是要对你的心安怎去做改变，因为是你心出问题，敢是安尼？你会安尼做，就是你心的问题，你心态安尼做嘛？所以讲呢，这种种拢总是咱自己内心，所以讲修道修心，心是天堂甲地甲嘅锁匙嘛。所以讲呢，伫爱主有三机，无敬心爱欲，想处理，来做业，业招来世的果报，所以讲有生即有老死。所以讲呢，伫这个12因缘法来讲起来，嘛毋是咱修行的根本，毋是咱修行的根本，因为这嘛是个道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因为伫这12因缘法来讲起来呢，伊是互咱了解了着，对受生到老死的一段因缘，伊的过程是安怎？当然，咱今日知影讲这个过程是安怎了后，唯有咱爱去修。过去修行人，伊是为虾米要修行？因为伊会当体悟嘛，会当体悟。所以讲，咧，而且讲你要倒皮间，你要倒皮间了脱生死，唯有就是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过程，然后免啊来记住。唯有就是修行这条路尔啦。唯有就是修这条路。所以讲呢，那有了着伊人生的过程不断，伫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无法度去了脱，因为就是有了着祸业苦三。这个有了着白业造业而受苦。所以讲呢，业苦三，伊是叫做这个流转文，流转文它是不断的，不断的伊才会不断，因为你的地位摕无起来，唯有你就是伫这个业苦，因为咱的白业你去做恶业嘛，敢是安尼？然后有了着这个业，你会受着苦报。所以讲，菩萨行因，凡夫行果。凡夫爱受着苦的时，才知影讲，食着苦。但是菩萨，伊知影讲袂使做恶业，伊就免去受苦。所以讲咧，有了着这个业苦，所以是循环不息的，毋则是讲叫轮转文，毋是方便文。那么咧，伫这个流
转门内底，咱要安怎倒转去翻遍门，你就毋免去遭受迄业苦。所以讲呢，生死轮回根本啊，那当然呢，伊即个轮回生死的根本，为了迄业苦呢，嘛就是讲当着执着分别，既有生的烦恼。有当时啊呢，所以讲老师讲一句话，伊讲，但交生死无关系啦吼，拢是差生啊。讲个你敢听？那交生死无关系，你当着拢是差生，你爱用即种的认识，要安怎甲伊跨过？无你又讲伊执着分别嘛，伊讲你执着分别。因为咱讲落去人事物伫世间来讲因为世间就是一个苦海，那么呢，这个苦海无边，那唯有咱就是较多讲过，放自己放家己一条生路啦。你放家己一条生路，就是你莫去执着分别对甲毋对，莫去甲分别了善甲恶，毋免甲分别。好业甲无好业，莫甲分别了着种种对待，恶言对语，你都不用去改分。安尼咧，唯有安尼你才会当了解着生死，因为你袂分别，你清净自在嘛。所以讲呢，老师甲咱讲呢，若交生死无关系，拢是差生。所以讲呢，伫修行来讲起，伫人生来讲起呢。咱一定爱去甲伊体会了解，因为伊拢袂去影响了着咱的生死。啥物会影响咱的生死？啥会影响咱的生死？家己嘛，对无？毋嘛我无爱出来，对无？毋嘛我毋做啊。咱伫道中咧做，主边呢，毋是做，毋是做。讲起来讲，毋是做我经理，毋是做我副经理，毋是做我经理呢。敢是安尼？个人生死各自了。所以讲咧，道中来讲起，咱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咱未来的成就，未来的成就。所以讲咧，当然或许是毋知影讲，迄个高位的名称分别是安怎呢？单子唯空了后，称为大地，方大地啊。经理唯空了方大仙，这敢有差别？毋知，是咱毋知啦。咱毋知伊是安怎差别啦。所以讲呢，这嘛就是讲。咱个人所做的一切点点滴滴，讲一句开的，只要你安怎去做，你就安怎去行。嘛毋是因为讲做点本书就一定会成道呢，毋是安尼啦。因为或许以天的迄种逻辑甲看起，点本书关于天的人啊，比比皆是啦。卖讲给人是个是前人嘛，有啦。为什么？因为修行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家己无咧修好，是自断家己的慧命呀，跟咱前辈没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所以伫修道内底，当然啦，咱讲道亲何变何利何万何求啦，那我就是家己过好势。就是安尼尔。动手是讲动手嘛，拢莫插伊啦，莫安尼啦。就是讲，大家互勉互利互万互求。若无法度，唯有是讲你家己爱顾。今日你安怎茫茫无修行？无修行是你生信，毋是动手前辈生信。咱一定爱了解这个道理。讲修讲下，无修无利嘛。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生死各自了。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伊就是要咧讲着这个祸业图，
嘛就是因为咱当时执着分别，就已经就入了着生灭的烦恼。所以讲呢，这是咱个人自己的问题。那么呢，伊的生灭烦恼，似水浪一波一波，源源不断。安尼敢可会了？敢可会了？一波一波啊！咱过前线你感觉讲你困莫讲啦那安尼静静，你真啊静静，拢袂去想入别个去咧。会你紧解到。我拢想讲来静一下，毋通静一下烦恼不断，不断的迄个影像一直伫咱的内心内底，伫咧担所以讲呢，伫这个源源不断嘛，就是咱家己，你无法度人去甲伊，我讲甲伊安怎呢？甲伊设说，所以讲呢，就是比了着生命来影响了着你的内在对外口的好歹来影响着你的心，而产生了着有生灭烦恼不断。所以讲呢，这会使讲伊一波一波源源不断，这个是很恐怖的当然呢，无非这嘛是要互咱安怎会当进入了着界定位，用界定位，这无下功夫无法度，无下功夫无法度啦。你个下功夫嘛是遮简单的，那以后发达，所以讲呢，无法度无自识。无知识啦，生灭烦恼境，那安尼无知识、生灭烦恼境不断，伊甲咱讲这是叫做粗干，安尼就是流浪生死，流浪生死，所以讲呢，咱要安怎离开了粗干，而登上了着这个皮干那当然呢，就讲离境无生灭。如水上风流啦，人讲爱活得自在，过去写意无生灭的烦恼，爱懂得离境。离境，敢拢无烦恼？毋嘛，我毋出来拢无烦恼拢无代志足自在不见得，不见得。那么也就是讲，伫这个环境会互你有烦恼、有生灭，你要安怎伫这个所在达到了着无烦恼、无生灭？人讲你在哪里跌倒，你要在哪里爬起来，敢是安尼？无比一个，我伫遮有问题，我离开，我离开去了后，我无遮会烦恼，但是别个敢无烦恼？敢是真正离境？不是，所以互咱过去搁伫公司我拢感觉阮公司是安尼啦，买100拍顶咱的面有可能？无可能，敢是安尼？一定嘛是有咱无教的，无教的免咱有现实问题咧，现实问题去爱治。咱就去甲使用啦。我嘛甲恁讲，因为有当时伫种种的环境内底，无一定会顶咱的去。但是咱为了现实问题，有当遮公司大间制度好嘛，你若毋是讲经验，工会袂堪一个话，该你怎么去接受转变？唯有安尼无你一当换医生头家早大概过年。不断演变呢，安尼没完没了。所以讲呢，过去伫公司当然伫统计，伊算讲比数的无济啦，是有啦。当然伫统计来讲，传统事业来讲起来，算起来也算袂歹啦。我伫遐住到退休嘛足高分啦。对于迄个工作，统计较员工拢爱比扣数。
因为咱也无甲咱欠啥吼，啊，一世人拢看伊食清人，也无甲咱欠啥咧吼，啊，算起来佫也袂歹，所以难怪拢爱依靠数安尼感恩一下。啊，所以讲咧，好势讲哦，啊，有当要移一步嘛，你讲啊，是安尼啦，吼，啊，你若拢伤粗重，无法度袂堪一身体袂堪一，当然无法度，吼。啊，若讲其他咧要安怎？你爱忍受啊，哦，因为你讲吼啊，我而家吼我袂好，我来换经啦，换经去就无代志嘛，无一定嘛吼，因为当时啊新的无来，毋知有诶好物嘛，搞不好佫较严重。哦，啊，所以讲会背是就好啦。哦，啊，咱唯有就是讲，你心若无改变，你去到别个公司，无共问题嘛是会有问题啦。哦，啊，若你心念无改变，你没有理解，啊，这个境啊，吼，好甲歹，你理解，伊这个好歹我们就有爱，敢是安尼？毋是境变哦，是你的心变哦。咱咧修行学道啦吼，人咧修道较好，意境较有诶，敢是伊拢无当着逆境。我感觉讲哦，我为前辈者吼，咧修道够顺就对啦，拢袂讲有啥物问题啦。你若甲了解一下吼，伊安尼如如不动，毋是伊无当着代志。是有当个代志，但是无起作用。那安尼意见有够，敢是安尼？哦，啊，当然咱咧修行学道，就是讲你伫啥物境内底，你如何把它转出？安尼你去到对一也拢袂通。你若而家袂通，你去到对一也嘛是会袂通，因为无共问题，共款有问题。安尼敢爱安稳咱的心？哦，要么就讲伫咱的世间来讲起。哦，已经来啊！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到这个世间，伫这个环境，伫这个家庭，伫这个环境，伫这个因缘内底，唯有就是讲，当着你家己心离境，毋是你离开这个家庭，毋是你离开这个代志，是你的心自然而然转变一个心境。啊，安尼无该啊！你讲到对拢袂通啊！敢是安尼？哦，你去到对拢做 OK 啊，我有啥物咧？哦，咧好甲歹安怎？不会有过节啦。哦，啊，所以讲咧，伫修行学道咧，安尼为咱自然咧无共。哦，处处家家所见的拢是善言。哦，所以讲咧，修行学道也好，无修行学道也好，咱也会当讲叫人结善缘，爱多结善缘。咱若无结善缘咧，咱的路会愈行愈窄。莫讲伊修道啦，伊社会嘛共款啦。哦，所以讲伊社会上迄脾气毛病特别歹的，伊人缘特别歹，伊的命运特别坎坷。啊，太安尼，因为脾气毛病嘛。哦，自然所以招来因缘就无好。你若讲结善缘，那讲人人好啦，好掠善，水歹啦。哦，无论伊的职务悬低啦，一时当然，你去结迄个因缘，自然你就贵人愈来愈多。哦，啊嘛讲伫咱修行学道咧讲起咧，咱讲平常心心，平平定心，咱要安怎伫即个环境内底达到哦，拢会当圆满。哦，当然，即嘛是咱伫修行，啊嘛是有好势爱去道理的所在啦。哦，互我爱去道理的所在，哦，这是一种体会，但是体会咱无去伫咱的内心，伫咱的身心家己流露出来，那当然嘛拢无算是咱所得到的意见啦吼。所以讲呢，咱若无讲家己懂得理解，咱永远都是在苦海当中。你若会晓理解，确实哦。你是苦海当中，你也可以离苦得乐。你嘛会当出污泥而不染，那一种高贵的情操，迄种的意境不简单的，哦，迄种的德性不简单的，你有法度融入，咱讲吼大海
四条嘛，成绩大，所以讲呢，唯有造就，就是讲你顺利，你要安怎有法度通去甲伊把持，那么呢，逆来顺受，自然语言呢，咱讲言者无敌嘛，安尼呢，伫咱人生，命运自然就会改变，伫咱的心境内底呢，慢慢会平静啦，若无，即个有落的世间。咱若要去适应环境，环境敢会来适应咱？无可能，你放心。唯有就是改变。所以讲呢，当事无分别，执着万年放下。这互我咧革命互我咧革命咧革命是，因为对我来讲呢，难度足大。所以互我不断在革命。即摆毋是像国父革命11届成功这已经演出毋知影几届，嘛是爱去努力因为既然要行这条路嘛，互我感觉讲收到目睭客气啦若讲低空飞过拄好食10分嘛是爱努力总比伫遮安尼轮回生死还佫较艰苦嘛所以讲呢，唯有就是。咱的心境用功夫，所以讲呢，当着事要安怎无分别无执着，安尼要安怎呢？若我拢感觉讲真的啦要借镜来历练当着的时阵，咱要用什么心慢慢来调摄自己，安尼的话呢，咱自然内心的心坦然无牵挂似流水。这个似流水，畅通无阻。其实咱伫修行呢，当然嘛是爱调用着这个意念的修为呢，来做一个调整。若无，咱修行讲几十年，我们也得不到心得，嘛得袂到修得的踪迹啦。安尼呢就可惜。所以讲呢，大家学习不断就是要往伊迄个所在呢来做一个改变。所以咱也会当似水畅通无碍呢，生活自在快乐。伫修行学道来讲起来，自在快乐，当着好甲歹，你有法度能了然于心，面对的通过转念，安尼呢你就无忧无虑，免甲道修无好势会当多结善缘，别安怎讲去交人结缘，别安怎去建功立德，来实践咱今日去修行的宗旨，就是内外双修。考虑来讲，会惊咱修的好势。不生不变，那么涅槃清净，涅槃就是圆满，究竟圆满嘛。达到涅槃清净，这叫做是陀罗尼，嘛就是讲。伫当下，你就已经登上了彼岸免等到死你若是这个意境你若懂得理境无牵挂，无执着，万缘放下，伫当下就是天堂免等到死啦，等到死足久的。若拄啊活120岁，拄啊好艰苦几十担你若是当下，你若活120岁若你到60岁。有法度人懂得理境你感觉你当下就是佛登上彼岸你加做60担的，免等到120岁死的时阵，咱去做，会艰苦60担。你当下你有法度去改变，即使当下你会当下就成就了无疑的涅槃应该是有疑的涅槃无疑的涅槃，你目睭客气。但是讲无疑的涅槃所以涅槃有2个，一个就是讲你个活了，但是你已经达到这个不生不灭无忧无虑，安尼呢叫做有疑涅槃，因为你有带心那么当你3寸慧当定离开退了后，你就达到无疑的涅槃所以讲呢，唔当讲诸佛菩萨呢伊毋是讲
叫咱人修行，导咱人修行，毋是讲要互咱死当西方啊，毋是，未死就当西方啊。未死当西方就是讲，你的心的意境已经那像伫迄个极乐国内底啦，极乐国内底就是没有对待人嘛。你若讲来到学堂的时阵，人人好啦，无迄个对别啦，没有分别差异，人人好的时阵，偌新鲜，对吧？所以讲呢，这个是咱修道，以佛真正的宗旨而讲，将娑婆世界化作莲邦佛国，当然呢，这第一对咱的心境去调节，你心境若调节得好，当下你就登上彼岸，那么别人靠量东阳之时，有往有归，上经两佛修办的目的。就是要开悟见性，要开悟见性。未修道是要修啥？当然无了解的人啊，伊咧上经念佛，修道修办的，就是要求保庇，就是要求保庇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你有这种的想法，你就错用心啦。所以讲呢，咱若是要修福报，你就不能成佛，因为你的心拢放伫你有生之年内底的福报，你的心放伫遐尔，你无放伫成就佛啦。但是你若放伫成就佛，毋是为了着福禄寿，是放伫佛。未来你成就佛了后，你的福禄寿不求自到，无求得到佫再讲，伫即世人当中呢，咱敢修行敢会像咱想讲，都拢会当事事如意，修道敢会当逐项拢事事如意，袂当啊因为过去诸事因缘无共嘛。因为咱不但就是造就未来，咱爱去了脱着过去的诸事因缘的，安尼就敢会圆满，敢是？所以讲的该行爱行嘛，该当的因缘无论好歹，为做需要。所以讲的，咱的修道内底，如果你若是讲你的宗旨是放伫成就佛，亲像六祖讲的，依求作不求依物啊。那安尼比较最终成佛，你若讲五祖，甲伊的弟子讲，世人的生死世界，逆境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昧，福何可求？你个嘛，福我当经验自信啊，但是你说的会当无福利啊，但是你要开悟见性，不可能啊，所以讲呢，你不要错用心。所以讲呢，修办呢目的就是要开悟见性，要看咱了脱生死，毋免去轮回生死所以讲呢，咱毋求福报，毋求平安，嘛毋讲菩萨你一定，佛菩萨你一定要甲保庇，但是保庇敢会甲你保庇？敢会啦。对，伊为虾米伊会甲咱讲？因为你的心袂使放离遐，你心若是求福报、求平安、求保庇，你就是有为啊。因为你受很危险呢，安怎讲危险？因为我想，我做家呢就是佛一定拢有甲保庇，我拢会平安，拢袂安怎要福报，要啥货拢有啊。结果呢，我去当年毋是你所想的安尼啦，来讲一颗跳倒啊。你若要修道，我就是要当开悟见性，要了解生死的。那当然你爱去想着，咱毋是即世人哪来，已经来遮6万几担啊。关圣帝君甲咱讲，6万几担任何人袂当无着的，所以当着的，就是要你了掉你的因缘。所以讲，这讲老师伊伫老师的话内底伊讲的，当然有修行的，伊的道义可能嘛是埋怨。老师，
我做干的我拢袂保庇，啊，哪会拢不断地咧发生代志？当然，这一定发生好的免讲啦，拢会安尼。老师伊讲啦吼，伊讲道理啊，其实毋是为师，毋是毋知影伊要发生啥物代志，我知，但是我袂当逐项拢互你无代志，我来互你依照我司法互你无代志。你几无好诶，袂当了断啊，袂当了断啊。所以你有法度接受，我一定互你去接受。你接受就是了了。所以讲，咱若遇到代志，你用咱浅显拢会甲咱讲，伊搁了一条啊，了啥了一条协啊。啊，你讲好来歹，那修行来讲好来歹，好啦。迄协无了愈济愈清心啊，你心境愈悬。你灵性意境如何了？哦，心境就是灵性的意境嘛。哦，啊，所以讲咧，这个所在随意而安，当着无论好爱歹，毋知讲有爱感恩。有当时咱敢有去听，哦，迄一个典故啦，迄个典故是安怎咧？敢若是做生意啦，啊拢做生意还是杀生啊，安尼，尾啊，伊去发觉讲，安尼袂使啊，所以伊开始甲伊趁的钱，开始铺桥造路啦，啊扶贫济困啊，交较早拢收入，交提出的是两极端嘛。结果咧，咧做歹代志的时阵咧，安尼，看起来拢足妄讲啊，安尼，结果咧，伊做好代志了后，惊安尼一个死。会过一阵，安尼敢要去做？我嘛惊毋着路啊呢。做歹无歹无，我真做善，煞一寡囝死了了。安尼咧，有影，但是人先去讲，其实啊你过去做歹迄钱就是你即几个囡仔要来甲伊拖掉。因为你开始做好。所以我就甲伊收倒转来，伊就免破产啦，敢是安尼？但是这咱几个想会到的，所以讲咧，啥物拢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尤其是咱有咧修行，咱有咧修行，当你遇到无好，嘛就是伊要了掉你过去的自私因缘，来圆满着你即世人，互你未来咧，无有了一个代价。你毋当法度了脱世事，该欠他欠拢伫一世人内底，拢会当家己清楚嘛。所以讲咧，咱来当去领会，理路，当然你会坚守着是去修着一条路。若无到最后你离开，离开就是无安尼，离开就是到遮尔嘛，敢是？无论安怎，当然咱无法度心大不了大，没关系。点点滴滴就好了。大家尽到家己的心，会当去做，你尽量去做，这是你的；会当修你的内在，你尽量去修，这是你未来唔免得等于都要修足久噶。因为伫遐修不好，后家己爱修的。毋是讲修不好，等于咱伫遐逍遥自在呢。无迄天就是绝对来。所以讲呢，毋是。咱修行学道呢，是要求自性的解脱。为什么要求自性的解脱？自性，因为不服务依因自教。咱真个无好，毋知讲咱人怨叹天，怨叹地，为什么？伫遮甲咱讲好好不问依因自教，你今日一直安尼，讲较歹听咧，歹势，就是你过去做的。上天绝对袂去亏待着咱，伊做好先做先有先无讲伊福报嘛，无可能你做好上天会福报，不可能的事啊。无天公去公地来，大公无私啊。无咱才会敬天地地心命，因为大公无私，所以你爱上天天地，有不足就是咱家己的问题。咱的不足的问题伫底来，伊心来。对无？因为你会去做无好诶，辛苦去做，是因为你心念
所以心是天堂甲地甲的锁匙，所以咱修道咱修心。所以讲的何方无人无门依人主教，家己做起来了，免问他。哦，所以讲伫遮咧讲的就是咧讲心。所以一切法向自性中求，对你的心性内底去做了解甲改变。哦，所以讲咧后壁即句甲咧讲心我无法，法我无心。哦，这个法不二法门嘛，不二法门。哦，伊是一心，所以讲的毋通讲心我无法，因为心就是对你外在的一切，咱讲一本善万事，哦，一切所起演变来，所去生发出来，是伫你的心内底去生发，哦，对你的心去生发出来。所以讲咧，咱修行学道为虾米讲不二法门？哦，不二法门多好干啊，唯有一法。一法就是咧讲咱的良心本性。哦，咧讲咱的良心本性。哦，咱的良心本性所发端出来，其实是讲恶的啦。哦，所以讲咧，咱咧求嘛，就是求不二法门，因为伊个讲咱讲法外无心，没有第二个法门的。唯有干一法，所以伊内底就甲你讲心法不二唯是一心。哦，所以讲修行学道是对心改变，毋是对心改变，毋是对外境改变，毋是对外境，毋是对别人去改变，是家己改变。哦，安尼咧，咱慢慢去改造你的自信要改变，唯有就是因为你自信。比外在的一切好跟坏，给你覆盖啊！哦，给你覆盖啊！你失去了着哦，你迄种良心本性唯有就是改变你的心念，就是突破外在一切被蒙蔽的一切不好。所以讲你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不对的，是你心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所以讲你心的问题，比一个呢。我心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我要求清净，我当来禅定安尼干有无？迄是对我来安尼，你敢无爱心慢因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恶你太会来做禅呢？我就你敢听？敢有？所以讲歹势啦，因为好势有当时咧理路这惊讲是应用的方法无得体，大家去耽误大家的体悟啦。是今日这个讲法内底这种情形。所以呢，伫遮讲不是本心邪法无益，不是本心毫无无益啦。当然呢，不是本心毫无无益，你不了解你自己本心的问题，你写了一切法，敢有路用？因为你毋知你对咧行，你毋知你对艰苦破病你就伫外口咧学足侪物件要去治你的病因为你安怎治嘛治袂着。当然，佫有一种讲法，不是本心毫无无益，伊的无益是小益，不是大益，因为你不能明心见性，你不能了脱生死，你若不是本心真的你没办法明心见性，了脱生死，但你会有小益，人间福报，人天福报尔，不能了脱生死。所以讲，毋通逐所伫遮甲因讲，不是本心毫无无益嘛。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是丈夫，是天人师，是佛嘛。所以讲咧，咱咧讲为啥咱讲心，因为心的问题，讲来讲去是心的问题。
是心的不足嘛。哦，啊，你要安怎家己恢复着你的本心，因为这的本心是天理良心啊，是良知良人的，是佛心，是神的心，是真人的心啊。啊，因为你无了解是这的问题，啊，你走去外口咧，咱较多讲，我著贪嗔痴慢疑一大堆，哦，我著想讲，我贪嗔痴慢疑遮尔济哦，我来参见，敢抵会得？抵袂得啦，还是一样。啊，所以讲呢，哦，咱一定爱会当去家己体会。啊，所以讲呢，修道来讲起呢，咱一定爱对学。对学来讲起是讲修道、修心。对于修心来讲，哦，因为不用性中作，莫用心外境。你拜佛哦，有人袂人咧拜佛，爱去顶大佛拜。哦，我听来敢会安尼，大家拢敬迄佛大尊的咧拜，讲安尼爱敬嘛。哦，这叫做心，叫做心外求佛啦。啊，家己迄尊都袂敬，你外口外大尊敢会敬？敢若安尼，哦，敢若安尼也使着受甲遮艰苦咧，找一迄个中国八卦山迄尊佛袂遐大身来拜着你啊，哦，就会当成佛啊。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一大堆，你去拜大佛嘛，毋敢甲你保庇，敢是安尼？哦，所以讲呢，咱事事爱反观觉照，讲咱家己的心，所以检讨哦，检讨心行，自己的心哦，检讨家己的心哦，那么呢，检讨家己心行远离，你的心要怎去远离无好的。要远离啥？哦，这个迷邪样，甲伊的这个这个诱惑，因为世间真的呢，所以我修道人要淡薄名利啦，若要去食重咸啦，若上社会要去鼓饮料，要去伫这个所在为了着名家己啦，真的你会亲像迄个条理，愈行愈低。所以讲是讲为什么修道爱淡薄名利？因为你外在的心太多，你的心越复杂，你的自信越弥漫，离道越远。因为道不欢迎人事万己嘛，毋是道离开咱嘞，是咱离开道嘞。哦，那么伫遐事事反观家己，反观家己啊，哦。甲照了对咱家己的心，所以咱讲检讨家己的心灵。啊，所以讲呢，咱若法讲远离了着迷邪样，甲外在一切让你诱惑的，哦，迄为做爱用娱乐的，哦，做爱用娱乐，迄娱乐迄娱乐尾爱会赢，咱的大颗心就赢。安尼真的离道会远，所以讲呢，娱乐是好，但是咱的内心，嘛爱不起一点。当然，咱要甲咱娱乐，咱无法度，但是毋通爱人娱乐，无定定是咱的本分事啦，是咱本来爱做。你讲咱修道人本来敢是爱做好啦，人甲你学乐，敢有啥物人好？你若讲以修行来讲，你本来就爱安尼做的啊嘛，你安尼做嘛，敢拄好尔，较有啥物人？我感觉讲比人较出色的，没有。那以修道的标准就是这样。你若以社会，当然社会人无修道比修道较好嘛，有啦。只是讲，那安尼甲伊比喻讲，伊毋是社会人嘛，因为你是社会人，有可能伊无明白道理，伊毋通修行的宗旨对一样，可能啊，他就是这样，他也这样也没有错啊。但是咱今日这个修行呢，就不能这样。所以讲你拄爱上，就是你内心有所主走。你内心越有主走，这样你的心就会越不起
这就是诱惑，因为你搁着有影响。所以讲呢，咱来会当以这个甲竞争相应，念念要紧，念念嘛就260种呢，都会当以甲竞争相应，但安尼叫做真实。当然，伫这个甲竞争，伫这个甲竞争呢，伫遮甲咱讲，伫谈经甲咱讲，自身归于甲，自身归于正，自身归于正啊，自身毋是他心所以讲起来，别人的好歹跟我们没关系。以别人来作为咱的照镜，好的，咱一定要向人学习；无好的，是他的事，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嘛无啥人讲啦。因为讲的是非，便是为人嘛。嘛无法度去改变，唯有就是家己做苦、造苦的而已啦。所以讲呢，咱的自身归于觉，就是佛，佛法经啊，自身归于正，自身归于正。觉是体，正是上正，上正是上正是作用，体相用。修道就是安尼，因为迄家己的问题。你游龙生死，是你自身游龙生死。你要记住轮回，唯有就是家己自身去归依觉、归依正、归依正。咱的生死是操持家己的手，毋是操持伫别人的手呢。所以讲别人安怎调咱生死无关系，家己修好好势。所以讲呢，伫这个修道内修来讲起来，真的很重要。毋通随波逐流啦，随波逐流会移到业缘。所以讲呢，咱来当契悟了解这个道理，伫咱听经闻法，你会当自从这个道理呢，甲伊契入。这叫做般若法。你当开启着你发这智啊，开启着你发这智了后，你会当依止修行，这叫做般若行。你知要知，行要合一。当然，发这法来讲起就是道理嘛，就是真理嘛。你会当契入了后，那么呢，依止修行，依止修行，依止，什么是依止？依就是道理，依着这个真理来记住了解你的，来知识了解你的业报，你做的业就对啦。当然，遮咧讲的知业应该就是咧讲恶业。你若会当依你去做，你该做恶业，不会啊。那安尼你去做发这，你有发这法，有生出发这智。你可以当付诸于行动，用在你的自心性上用功夫，那安尼你会移到越来越近。所以讲修道呢，嘛足惊个心是用功夫，或者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地位无好，我嘛拢足惊会惊偏激。安尼叫咱修行呢，真的就是会有背道而行的情形。所以讲呢，无你修持，就是讲心中没有真理，以真理道理去修持修道的宗旨，重思想修行。当然，重思想修行，就是咱较多咧讲的嘛。我上经礼佛，我上偌济经有偌济功德，我礼佛。菩萨、诸佛菩萨，我今日去修行学道，度人救人，佛会来甲我保庇。这叫做用思想的修行，用思想的修行，因为无伫你的内心世界，安尼拢是属于伫外王。外王来讲起来叫做有漏福，叫做因天福报，这是有时间的。有时间的，
所以甲咱讲吼，虾米讲咱修行学道不要注重功德。哦，你若想讲啊，这庙宇殿3日1时5日1暗，讲我迄功德偌济，哦是达无甲讲是有功德嘛？敢是？头可能安尼无功德，伊讲伊无功德是因为伊心去注重力量，达不到自性的清净嘛，所有功德。啊无有影，咱3日1时5日1暗头就无功德的。当然啊，站在修行来讲，那也是有功德。安尼就是乐意了了人天福德。那么呢，伫这个福德无法度了脱世事烦恼。无法度能出离三界六道的业海。他拄啊好势借着他拄啊无祖伊所讲的，世人的生死世界逆境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欲灭，福而可求。也甲你讲啊，足清楚啦。因为你袂心性用功夫嘛，你要了解世事，你有做福报，你嘛爱，你有修办外务，你嘛爱有维修呢，叫做福慧双修嘛。你要了脱生死，唯有你就是要这样。所以呢，人讲你无福慧双修就是安尼。所以讲咱咧听道理，毋是讲我做我大啦，做我做代志就好啊咧。我都听道理坐袂牢啦，是按修仙啦。来遮个来遮做礼节啦，来做这免坐对啊，我嘛是有啊，我嘛能伫道中咧成功表演啊。不一样的。因为你袂咧感受道理，无定定一靠跳道。为虾米？你无感受道理，无受真理的启发，你毋若修道的宗旨，有可能足简单，你就去启道。你若讲工课有人做，有人课我来听道理啊。嘛，你来修炼我这个心，坐袂牢的心，毋是坐袂牢，永远拢毋免听道理的，不是这样的。你坐袂牢，爱上班，我都坐袂牢。你道理拢听无要紧，你著即摆坐袂牢，变坐袂牢，安尼讲有进步，安嘛算有进步啦吼。若像讲，工课无人做，我嘛袂使我听道理呢。工课要安怎我来做工课，没关系。无人做啊！你像咱体育班，工课遐认真，大家拢揪到遮听道理，下斗三咧讨论一下吼。若像安尼后来，咱就来斗相共。安尼。若工课有人做，我们就不用就会带遐。所以讲个或许就讲，因为爱想有不好的文化，无工课做好嘛，无人要去你听道理，当然伫遐聊聊。若计划就有无定定去插一句啦，也毋是计划，毋是计划就有时伫遐聊是非。所以好势是讲，无论讲你计划就今仔日个班有工课，无工课就是听道理，有工课就是去做，就是这样啊。爱有一个好的文化啊，无讲一句较要享受时间，才能感受道理啊。有当遮道理，你若感受，有听足欢喜，你敢知影？上解会当关照到自己，讲有影，咱差人济。若无，咱嘛感觉讲有啊，你嘛是咧聊咧对啦。毋过你心中那一种的道理比较浅薄。所以讲修道呢，在于修学的在于体悟。心性中去做，非向外求，时时26时中呢，反省你的内心，讲着心性。你会感觉讲，你今日讲即句话是对啊？你今日爱感受，你今日做安尼对唔对？因为安尼较袂共，安尼较袂死角差别。安尼你毋茫研好做研究到，安尼呢，你无法度成就。所以讲呢，毋对就爱改，就是反省家己，错觉家己，因为你要成就，你毋茫硬拗硬拖，存着侥幸的心理，对吧？安尼，咱未来要成就就会有可能。毋对就改掉，心怀诸bi，念念为众生，内外双修，这种是大
大无畏精神，你当下就是如当下如不当下哦，免等甲死哦。所以讲咧，咱大家咧做，拢做利益众生，大家拢会叫咱菩萨，拢会讲当下啦，安尼恁安尼遮辛苦安尼为阮咧服务，你讲，你当下做的是佛事，你当下就是佛。你当下做佛的事，你就是佛啦。你若不断拢念念为众生拢是会当为了兄弟姊妹，为了伫家己，家己嘛爱伊改变啦，毋是为人好就好啦累累相修，那安尼你当下就是佛。你若会当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全力以赴坚持到底，到最后成就就是伫这段咧，伊这是好学啦伫遮安尼长长处处叫咱各位贤贤将你伫这段内底叫咱做伙学习当然咧有足侪不言不逮的所在咧希望咱人师处长各位领任组长副组长在座各位贤贤大德咧会当甲互我做一个体谅这段咧就到这个所在最后祝福咱各位贤贤大德会当身心健康圣晚如意，感恩晚安大家辛苦分享安尼咱后一届离85页到86页啦不是咧，不是咧。伫迄个82页，尾啊的善知识，尾啊第2段啦，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对遮开始安尼就到遮到86页。即摆来咱心得分享啦大家我会当安尼来分享啦嘛互大家会当去较快的体会啦迄个组长。咱今朝的咱家像迄个血点菩萨，嘿。咱是或者啥种啊？迄个破月主山，嘿。是在工商。伊遮其实就是讲翕嘛，伊会做业，搁起来咧，伊会受苦。伊这叫做流转门啦，伊这是流转门。伊这三就是惑、迷惑，迷惑受迷惑，外在一切声色的迷惑，互你去做业，因为业该会受苦嘛，它是不断的，循环。为什么会循环？所以讲咱咧修道，为什么讲要记住轮回？你安怎记住轮回？你就是一定爱体会要记住轮回，为了体会，就是要会当对这个室内底有明变怎互伊释开转识为智啦，要咱转世为主。咱咧修道就是要咱转识。拄互我掠讲袂出来，讲一句，转识为啦转识为理啦。当然这个理就是咧讲咱的妙智慧，要咱转识为理，你就会当记住了着业业苦。若无它是不断的所以讲咧，伫这三项来讲起来，咱讲做轮转门，叫做轮转门。要安怎由轮转门
倒转来到翻面门。这讲爱学，爱学，爱学就是你爱体会心中有这个道理了后，你会当去改变心，咱拢讲心念，改变这个心念，因为心主宰着天堂，伊是天堂甲地狱的锁匙嘛，所以讲修道真正修心。对你的身体下功夫，心性用功夫嘛。对你的心转，唯有就是爱有智慧。所以讲呢，你甲看下祸业苦山，它是轮回不息。你若无真正有迄个智慧，它就是轮回不息。咱今日要来修道，要去感受道理。互我会当开启智慧了后，看会当迄个无明会减少，看迄个无明会怎啊无去，但安尼就无歇啊。无歇你才会做恶业，会做善业的你才无恶业。你若做善业，你哪会苦？你就不会有苦嘛。你若真正你是信心用功夫，到最后你就基础轮回学习。伊若无，互伊真正循环不息。生死轮回根本啦，你就你生死轮回的根本是伫底来，下底佫甲你讲，当着是主导分别嘛，就是有生灭有得失，就是有生灭就是有烦恼，有得有失就是烦恼嘛。你若直就是欢喜失就是烦恼啊，这叫做生灭啊。伊是不断一波一波的啦。所以我感觉讲免啊业心重要，免啊业心。专一、专注、专一，那个一心，那安尼他们就没有对台，没有二元对比，安尼你就是批的，那就是生灭烦恼。OK， 这样。因为咱头壳是看着，咱头壳讲迄个12因缘嘛，12因缘咱头壳看过，就是讲，伫迄个无明。我是来颠覆是好，佫叫啥呢？用迄个爱交迄个情，这三项我总是属于美好的好啦。迄个点呢，就是用了有这两项因为伊重要啦。其他7项拢总是属于好啦。所以咱咧讲业业好三，我是讲转无过就讲。这个迷惑有3项，安尼就对啦。所以其他咧，咱一个修功，安尼咱做些，甲家套上去，原来是这12因缘内底，伊迄有这3项，2项是属于业，7项是属果。如果内底若是只要一个环节甲伊剪断，伊后壁要就拢来扣掉啊。开无明剪断是上盖有效的。免咱剪断。所以就是讲叫咱爱这个贪心气焰会遮来烦恼的，对遐开始做作的，所以对遐先处理。对，你贪心气焰那个反转。迄个啥呢？咱目前有看到啦，就是讲，咱常咧讲，无量，但是如果伊咱进伫这个三无世界咧讲无量，是应该是比较困难啦。但是呢，这个无量应该是咧甲你讲两无主啦。你有这个念出来，但是你不去执着，你无甲伊执着伫迄
锻炼了，就是安怎家己有所住，有所住的话，那安尼自然就袂去种下迄无好的因缘，安尼啦。啊，搁一点好些嘛，感觉讲，这样的谈得很好，就是咱拢查讲明心见性，但是明心见性的时阵，是要互咱成本尔。毋是单是要想会起步尔，因为你无法度人明心的话，你根本毋知影讲看袂清楚咱家己的啥呢？迄个自己的实体嘛毋知影家己业力所在是伫咧对一个，所以你很难下手。所以明心见性，只是大致开始要修行来开始，互咱知影讲你应该爱安怎去做。唯有明心，就是你若明心，自然迄个无明，迄个无就会变成变明的嘛。所以若有明，你就会去贪着明咧，贪嗔痴爱见物件。你若无明的时阵，你就是一直会去批评这样。修道啦，第一，明心见性，明心。讲日头明心你敢会见性，但是明心这个心，就是咧讲菩提自性本自清净的天理良心。所以讲，你已经明白，你有一个佛，有一个真主人，伊是清净无碍，清净无碍就没有恶言对立没有恶言对立，当下就是见性。当下就是你见性。所以讲，伊的明心，你有法讲明心，你就一定会见性。当然就是讲，咱头拄伫贪嗔痴内底，是因为贪嗔痴胆会有了着黑，有了黑业苦，但是你要安怎，互你这个贪嗔痴会无去？唯一就是一定要有慧有慧咧哪来？就是一定要有真理有真理，咱要伫底来，咱一定。毋是听人讲，就是家己爱去了解所以讲咧，咱咧不断像咱头拄咧讲，伫迄个12因缘法内底，你有法度家己分讲，伊是色业苦的破事，还没去想到。当然，你有法度去家己归纳，对是色业苦。当然你就会叫超脱的一个见地嘛。因为大家听到你就是看会当，会当去较好诶，提供大家了解是毋是较好？就是安尼。所以讲咧，就是讲，伊这个黑业苦，真正你若无去甲记住，就是安尼伊讲轮回不息嘛，伊是轮回根本嘛，因为永无止境安尼咱人苦无苦嘛，爱苦。即摆咱知影嘛，就是这问题嘛。就是要安怎？你搁家己用12因缘法来咧，所以这个12因缘法，能彻底让你了解，互你受胎雕熬到它的老死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怎么做？你爱知影要安怎做啊？无你就搁掉伫这12因缘法内底就是当圣者知影。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它轮回不死。所以讲，伊修行法就是要记住轮回，记住轮回就是修行。修行第一就是爱先体会嘛。无咱会开发一个班咱若去风亲道亲，你毋是拢要鼓励嘛？鼓励就用道理来鼓励。对无了解，会无相信，你爱有相信咧。敢是安尼？无信心无信心要安怎歹剃头？对，你着爱去摕信出来互看，安尼有信。每个人的意境不一样咱不断你去成全，所以度人成全很重要。你若度了没有成全后面还是